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4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世界大学运动会旗下5名金牌杨和珍，日前受到母校台南大学的邀请，登去学校接受表扬，并且甲学弟学妹来分享伊的心路历程。杨和珍讲，回想20年来苦练，坚持甲永远袂放弃，金牌就是你的。世界大学运动会溜冰选手杨和珍，伫甲17档的教练陪同，伊着5面金牌、1面铜牌成绩，转来母校台南大学，引起侪学生小姐欣赏伊的风采，将演讲厅客甲满满。会中并且对校长黄宗宪处长接过寄出的纪念奖杯，表明温馨。今天来了很多的媒体记者。其实，伫世大运比赛完以后，伊就马上转往南京参加世界锦标赛，摕下女子10000公尺公路赛银牌。伊表示，虽然成绩并无预期好，不过在参场伊回来母校，要甲学弟妹分享的，就是尽全力、无放弃的精神。因为这一年就是都在国训，就很久没有回来学校，就难得回来走一走，感觉很不错。对吧？就心情也放松许多，这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坚持不放弃的精神吧。对。杨和珍除了依照家己规划参加大大小小比赛，展现成果，离回到高雄台南接受母校表扬会中，也要分享伊的心路历程。杨和珍表示，每一场比赛，伊拢一直提醒家己全力以赴。至于以后有甚物款的计划，杨和珍讲，就是锁定明年亚运将失去的讨回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对啊。未来规划大概怎么样？目前还是会继续当选手，对，先主要是明年亚运会，对啊，希望把当初失去的拼回来，这样。杨和珍除了有好的运动能力，另外好的心理建设加素质，更是伊不断突破的关键。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每一档伫中秋节进前，拢会替新新奖的机构所推出的礼盒甲伴手来做促销。今年代理市长李梦燕除了亲身代言宣传以外，佮甲所有来宾做伙动手来做往来所，好让市民踊跃选买，好食月饼也会当兼做爱心。伫新市国小学生精彩念歌诗，甲社会局同仁趣味变装上午来炒热气氛之下，重点嘛希望鼓励市民会当向新兴障碍机构来购买中秋礼盒，因为食月饼，佮同时会当做爱心。根据了解，虽然中秋是各机关销售伴手上大旺季，不过其实今年预定的买气并无理想，只有去年一半。中秋节，我们也把我们青年的产品呢跟大家介绍。那希望说在中秋节也透过这个推广活动呢，有比较多的订单，让我们的青年呢在工作上面有比较增加他们的工作，增加他们的那个收入。年轻人迄个还蛮囡仔吼所做的这物件呢，其实它就是在都有分淡季跟旺季，可是。中秋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旺季哈，所以就希望能够来这边旺上加旺啊，让我们的孩子的产品呢能受到社会上的肯定。为了支持各社会福利机构帮助因会当自力更生，市长李梦燕嘛亲自出席记者会，做起促销的代言人。我们有8间身心障碍的福利机构，他们来这里展售。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制作的产品，包括这个凤梨酥、月饼等等的各式各样的产品。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鼓励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大概呢来让他这个逛街的时候那么记得一定要来5楼5楼这边除了你来假日平常来这边消费，也可以来5楼来关心我们台南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么多购买他们的这个产品，
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能够在社会上能够活出自己的价值。最后，市长甲社会局长以及侪贵宾嘛，拢来体验手作往来所，都来希望提升社会福利机构的连见度甲形象，嘛希望大家来设计时，买当甲因交关，互因上大鼓励。电新闻本及郭国义采访报道。荷兰者失智症协会为了唤起民众对老人失智甲照护的关心，9月17号将伫小东公园举办健行宣导。同时，嘛要呼吁打造台南成为世界拢有失智友善社区的环境。经过荷兰者失智症协会12天来宣导，其实相关人士预防甲照护已经得到社会重视，特别个人社会老人的失智如何透过友善社区的打造，和患者会当回归社区，都是公部门协同民间要共同努力的目标。我们即将在这个月底。那我们提供无障碍之家，在小东路、林森路的社会局的无障碍之家那个地点，有一个西栋哦，整栋我们目前就是规划1、2楼，未来的3楼，那大概都会是为了失智症而打造一个友善的空间跟环境。那1楼未来也会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家园。那这个家园就是说，我们很多自己照顾的。这一些失智症的这一些朋友，那他的家人就是主要照顾者，可以带着他的患有失智症的家人一起到这个园地来分享，来这边一起共学，然后放松，那也让照顾者能够喘息。不过，根据统计，台南预估2万名的失智症患者，却只有4000多位了有手册，嘛凸显家属对着社会资源甲如何就医诊断并不清楚。更莫讲有人对着失智症也有误解。民素养要提升，要认识失智症。第二个，社会资源一定要充足。我们现在日照中心虽然20几个，以失智为主的也只有8个哦，但是。做再怎么好，因为我前几个礼拜都在参访日照中心要签约嘛，这是我们公照中心的这个规定，我就去看，有些真的很好，有些点头。那可是无论如何，一个只能服务30个啊，你再盖100个也才多少人，没有办法 cover。所以刚刚我们局长讲了，我们的2位局长都知道，我们的政策事实上是要下放到家庭。所以为什么要打在一个友善社区？因为别人跟他讲啊，一共有这边了。做好动作是怪物，伊无自信，伊无法度掌握一切，所以他们要求是我们要跟正常人一样，我们就像糖尿病，我们像近视，我们这样听不到，但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跟正常人一样，要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我们大家要接纳，我们要打造一个友善社区，就是我们的目的啦，哈。为了共同关心失智症问题，协会9月17号上午9点，伫小东公园嘛将举办健走，同时利用运动、学习等闯关游戏来宣导预防，邀请大家做伙来参与。新闻本及郭国义采访报道。2017台南市文化自产月将伫9月16號登場，今年以交通甲旅行作為主題，而且一向只有用來予市場接待外賓使用的廳場官邸，也將伫9月16號、17號這2天開放予民眾來參觀。由嘉西亭新民族舞團所演出的《虎城新怪地》，揭開了2017台南市文化自產月活動。這屆主題焦點放伫咧旅行這部分，文化局安排了古溪流的水路，分做南線甲北線的路面路，以及熟悉虎城新民的線路。這3種無同款的路線，要帶大家用小旅行的方式熟悉咱虎城的地方文化景點。我們先有請市長以及局長來率先帶領大家貼3、2、1，請貼。我们这个文化局文资处规划系列的活动来希望能透过这个导览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更熟悉、更认识从认识来更热爱我们这个城市。那我们台南其实我们拥有22处国定古迹，那如果再加上市定古迹累计起来，我们有200处可以说是全国古迹文化资产最丰富的一个城市
那么这样宝贵的资产，其实有赖我们要这个善加的这个认识，更加的认识，然后来善加的让它能够活化，好，那么让我们跟城市、跟我们的市民能够有更深厚的一个感情的连结，好。同时配合台南市文化资产委来搞，原本只用来作为市长接待外宾的厅长馆地，也首度伫咧修复过后对外开放，限定伫咧9月16、17这2天开放，予一般的民众会当自由前来参观翕相。现场也会安排1港3个题材的导览，说明这栋超过100栋老建筑故事。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已经有将近超过110年的台南厅的厅长官邸哦。那这是首次的开放民众来参观。那这个地方过去就是什么？就是厅长接待宾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地。所以目前我们也是市长重要接待贵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在9月16号、17号2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邀请民众到这边来做客，来这边参观。我想这是很多民众非常期待，一景弄与围墙外面这样子眺望哈，所以为16、17号这2天，大家就可以进来看看市长接待贵宾的一个场地。文资处也伫台南文化资产委安排了侪趣味的活动以及轻旅行，有兴趣的民众欢迎上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的网站或者是粉丝专页来查询。台南新闻网站张永忠采访报道。咱先去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国际知名歌剧品牌将要推出为期10天的快闪店。店内设计风格配合新推出的粉色，布置甲亲像糖果屋的模样，互人感受到透过无同的碗盘，也会当互料理有无同款的呈现。国际知名品牌拉克西推出为期10天的快闪店，配合领先专台独家专卖新色调、瓦萨米以及雪纺纱，迄款清新的绿色甲柔软的粉红，这间快闪店也起做一座糖果屋的模样，打造成为大人气味的生活机象，要互加侪消费者来体验铸铁锅，所会当带来煮食的特殊吸引力。这次的快闪店的主题是糖果屋，所以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整个这个颜色的设计啊，都很有这种好像很有童心、很有少女的感觉。因为我们相信，就是每一个女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是充满着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那对于就是你使用的厨具，包括我们最经典的这个粉红色的铸铁锅啊，还有 wasabi 这2个新色，是我们的这次的新色雪纺色，还有 wasabi。颜色，然后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其他经典的颜色，包含就是可能看到的沙丘白啊、海岸蓝等等。那产品方面呢，我们其实会有就是我们的经典铸铁锅。那铸铁锅之外，因为虽然我们是法国品牌，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台湾市场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亚洲的一些产品，包含可能会有韩式的这些汤碗、饭碗，然后有中式的饭碗，然后甚至我们其实下一波，大家可以期待，就是我们会有日式的一些寿司碟、酱料碟。用彩色的鼎位来料理，也为平凡的生活增加更多色彩。这间快闪店只维持10天，不但欢迎民众趁机会来试试，
同时，业者伫咧明仔后日也有安排料理达人的教学，也欢迎民众来体验铸铁锅料理的特色。台湾新闻王子豪张伟忠采访报道。县市合并进程，台南地区的农田休耕面积高达50800公顷，会当讲是全国休耕面积上界大。除了生产力降低，嘛会造成粮食欠缺。台南市开始推动新农业政策，以着活化休耕农田为目标。6档外来休耕的农地已经降到16400公顷，农田活化率达到68%。说我们想要承租这一块土地，但是他可能老一辈他就没有办法释怀以前那种375减租的那种观念，对，然后变成说我们要承租，他不愿意出租。新农人陈银静道出回乡务农的问题，土地取得不易，休耕农地也会影响现有作物。土地放着，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放久了，养分来讲，你可能没有那么的足够，它地虽然养了很久，对，但是你久而久之还是会流失。过去375减租政策阴影下，使得老农地主不敢轻易签订合约，宁可休耕领补助。但随着时间过去，国内农业面临到农户平均耕地面积小、农业人口老化及农地休耕，不仅农业转型不易，还可能面临缺粮、财政负担。如果我们去花这个休耕1公顷一起做要45000块，所以这个减少的财政的一个支出就是说替政府省了大概有15亿的一个经费。2012年，台南市推动新农业政策，休耕地面积从原本50800公顷降到16400公顷，活化休耕田达到68%。改变这个休耕的方式，一方面就是去推动外销的作物，例如像毛豆啦或者凤梨啦这一些可以做外销的这一些作物。第二类呢，大概就是所谓需要进口的那一些作物，例如像玉米啦或者青稞玉米那些需要这个进口来的这一些作物。那第3类就是地方特产作物。台南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干旱少雨，水资源分配不均。为了鼓励休耕农田复耕，以适地适作及市场导向为目标。就是主要是杂粮类，那有硬质玉米，然后小麦、黑豆，然后红梨等这些作物，然后还有水果玉米。我这毛豆来讲，伊的两方面，伊的2期来1期种，伊就领2条，3500、3500、7000就对啊。当然你若毛豆会当改做4050，农民嘛好啊。安尼伊愿伊的地要互人出租方去种变成伊提高伊的意愿县市合并前，那我们这个台南的农业产值是429亿，那到去年为止呢，大概我们可以有600亿的一个产值。新农业政策让农业发展再现生机，就连臭气冲天的畜牧废水，只要妥善处理，也能变黑金。源头都来用伫咱的园地讲实在对咱的园地，第一你嘛减少迄个化学肥的使用，第二个就变讲对咱的土地其实是好的。畜牧肥水含有植物所需的养分，但受限于废氢法管理规定，必须处理过后才能排放。那进到我们这边，首先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刚看到说，第一个就是先经过我们一个自动的燃炸机，先把一些杂物做一个去除，那来经过一个废水沉淀以后，然后再抽来我们的一个固液分离机。固态肥分可做堆肥，液态则流进沉淀池，透过厌氧槽细菌杀死脏东西。厌氧处理后，废水呢有机物分解后，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沼气。对，那我们厌氧处理后的一个水呢，再进到我们调整池。那
再进到我们一个耗氧处理，对，就是我们布器用耗氧处理，对，然后耗氧处理完呢，到最后再经过我们沉淀以后呢，就可以是达到我们的一个放流。畜牧业者将处理过后的肥水利用槽车载运灌溉牧槽，每半年监测土壤跟水质。我全部再出了1年，差不多3、4千吨。这些钱就是少一些肥料钱，还有一些水电那个电费。一旦今天你说刚好遇到干旱的状况之下，你又需要说要去做播种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些肥水下去的时候，它的湿度是足够让你的一个种子再去做发芽的动作，反而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用的。所以在省水、省电、省肥、省费用的这个情形之下，那么来推动这一个肥水来回灌到农田。那对农民来讲它可以做到循环农业，也可以做到友善农业。推动循环农业当下，解开法令束缚，废水变肥水。目前台南市共有12场申请施灌许可，可施灌量达到81000公吨。若未来扩大利用，将可舒缓干旱时灌溉需求。打破窠臼的新农业政策，使台南农业绿意盎然，不只让农村大口呼吸，还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经营，打造专属台南农业新活力。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北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